大家好，歡迎收看基本嘅解復起來咧。唔知大家有去過三峽了解地方冇？大家對三峽嘅印象有係乜嘅咧？係路街。係，然後係佢其他嘅文藝嘅東西，今日咧你特別繞牆到依家，你講係後生嘅，肯係當後生，我講佢已經係絕行狀嘅，佢係你講甘樂文創嘅絕行狀，佢到三峽嘅地方咧，做出一條條老工藝有關係，又係講老文創有關係，佢當有理想啊，當有想法，佢到底希望到三峽嘅地方，佢做啲創作，用現代一隻故事做改編，又係講用現代一隻地方，大家咧分享啲見解，裏邊係佢基本解，個老文創嘅。就杭州林俊興 ，Hello，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俊成。歡迎歡迎哈！我剛才跟俊成閒聊了一下，是俊成其實外公外婆其實是原本是新竹那邊的新豐的客家人，可是因為俊成從小就在台北長大，其實是土生土長的台北人。對，可是你想想看，土生土長的台北人，走在講係台北人口，現在呢，就是還是年紀輕輕的哈，但是你現在可以說是回到嗎？回到三峽。回到三峽，對這個地方，然後做了一個我們說甘樂文創，你們是不是可以簡單介紹一下什麼是甘樂文創？甘樂文創，如果以這個名字來說啦，當時因為知道做這件事情不容易啊，所以給自己一個期許，希望自己在這條路上就甘之如飴，樂在其中，所以叫甘樂。講你把我的台詞給講了，有沒有？我本來想說，哎呀，我現在要在俊成前面講說甘之如飴，樂在其中，其實就是堵上面來提供嘞，本身去清澤提供，在三峽找了一個地方，是一個老屋，老屋，去到剛才老屋重新總得講提購叫做改裝，然後呢，它其實變成一個平台，對，它是一個怎麼樣的平台？其實裡面整合了一個音樂電影的展演空間，也有食堂，對，然後呢，包含到我們設計團隊也在裡頭，是，那還有藍染，那包含到比方說6日的這些活動啊，然後把在地的這些藝文的資源、藝術家整合在一起，共同去推動。其實應該這樣講，就是三峽這地方其實它環山嘛，對，它其實是一個很美的地方。對，那現在也蠻多觀光客會去三峽的，可是有時候讓我們覺得要反省的地方是，當很多觀光客去的時候，它是不是真的，就是說三峽的它的發展跟它的繁榮，是不是真的在我們期待的那個道路上面？對，還是說因為我們可能看得比較短，比較沒有那麼長，是對，所以俊成就回到轉到上海來再提供相關，它可以怎麼樣跟在地結合，或是在地產業的結合？一開始回去的時候，因為是阿公的肥皂工廠，紗布工廠，而且回去就想說，是想賣肥皂，是不是那時候？因為當時阿公的肥皂工廠已經要倒閉了，哦，對，要負債啊，然後欠了銀行一屁股錢啊，所以當時我就回到三峽，然後去成立了這個肥皂的品牌，對，然後重新的去把老皂廠又拯救起來，對，但也在返鄉的那幾年裡面呢，就一直在思考，但從小到大在這個地方出生啦，在這個地方長大，但沒有真正的關心過這塊土地。那因為自有能力跟記憶來，我就是到台北去念書工作。對。那每天雖然回到三峽，可是這裡就是一個居住的地方。對。那我就像是一個旅館的旅客一樣，每天就這樣來來回回，好像回去睡覺。對，那是一個空間。對，你反而對三峽那個土地的連結，反而情感沒有自己理解的那樣的深厚。對，所以其實從小到大，我們身邊當中的很多的年輕人啊、同學啊，其實大家都一樣，對土地的感情其實不夠深。對，所以後來我一直到我回到三峽去創業之後，有一天其實我朋友打電話來了，就知道我在三峽創業了嘛，就說俊成，我禮拜六、禮拜天去三峽找你啊。那三峽還有哪裡好玩的？對，我就突然我講不出來，講不出來。我說就早上到老街來逛逛嘛。那我大概知道三峽老街逛1個半小時應該就可以逛完了。我說那中午我請你吃個飯啊，下午如果還有時間，你就去鶯歌老街去走走。是，我才知道說哦，我對三峽認識不夠深。那愧對當一個三峽年輕人，所以後來才重新去認識這塊土地，然後結識了三峽做藍染的老師啦，做文史工作的這些前輩，也開始透過這些跟在地更多夥伴的互動跟了解之後，才發現三峽的需求、三峽的問題，當然還有三峽的資源跟三峽的美好。對，所以這很棒因為有時候你講東你起個逮到該土地的世界，不知道自己的故鄉其實有那樣的資源。對，可是我覺得更可惜的事情是，有可能隨着時代的變遷，那些資源它有可能會越來越稀少，會越來越式微了。對，即便現在我們這麼努力做，也不代表我們現在這樣做
有时候你会觉得它的进度是缓慢的，是对，但是即便这个进度很缓慢，但是我们还是必须一步一步去埋下这样的一个种子，对，所以甘乐文创就这样成立了，对，所以进去里面它可能是一个艺文空间，因为一般你抬到为公啊，你走走上下去，很多现在很流行年轻人返乡，是，对我可以回去种水果。有嘛，对不对？返乡务农，对我可以返乡务农，然后我可以说我返乡做民宿，对不对？开咖啡馆，开咖啡馆，然后呢，我希望可以跟在地的旅游结合，或者是我可以跟在地的看农民，在地的农产，我们看怎么样来发展。可是事实上，回到三峡这个地方，如果它不是民宿，它又不是咖啡厅，它是什么？对，所以我觉得刚刚俊成讲了一件事很有趣，因为他很多文史工作者。他其实有一些艺术家，对，30几位啊，当代的艺术家，哇，对，很多这都是很棒的资源。对，所以你的那个空间就变成一个好像艺文平台一样，对不对？没错，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地的结合跟宣传。是，你觉得你做这么多年下来，在地的那些地方团体，或者是那些所谓的我们说艺文人士或是艺术家？他们有没有给你什么回馈？其实这几年我们发现说，这些在地的艺术家对于这块土地的关怀越来越多，而且呢，每年我们大概在3月、4月的时候，就会共同去举办三峡的美术月的艺术季。透过这样的方式，因为以前艺术家是没有这么多的连接跟互动，所以后来呢，透过几年的策展，然后这样的规划，开始这件事情就变成三峡每年度的那个艺术的盛事。真的？对，那是非常有趣的。那也包含到社区公共的议题啦，这些在地的伙伴就会一起来参与，像前一阵子三峡老街那个地砖被刨除的事情，对，那个就引起很大的共鸣跟回响，然后有很多在地的年轻人、在地的艺术家、在地的文史团体，以前都是分散的，但这个时候就大家就聚在一起，针对这件事情共同来引发一些策略，这样子。对，有时候跟这么多像俊成这样的人聊天的时候，会很开心说，我们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开始在我们说用点的方式在做这些事情。可是有时候难免就我自己个人而言，我会担心说，是不是随着时间这些东西会昙花一现？你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有时候年轻人他会觉得他有这样的一个软实力，或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心境，所以到底要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延续，或是更加的扩张，变成一个很扎实的网路？对，这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今天我觉得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个还蛮重要的议题，因为刚刚俊成就有提到，其实有很多人的年轻人其实是开始慢慢的回去，对，所以你那边的邻居应该也很开心哈。开心啊，当然。以前呢，我记得一开始刚开的时候，我们左右邻居是后来隔了几年后，他才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当时真的不看好你们。就想说这家店应该做没多久就要倒了，这样对，应该要卖吃的啊，对不对？你看人家像老街，应该是什么东西生意好，我们应该要做那件事啊。他们很难想象说这样怎么能够活下来。是，对，而且像我们现场看到这些东西，这也是在甘乐文创里面可以看到的东西，对不对？对，好可爱哦！我觉得现在。我想这是很多人的很东东哈嘎音的这个记忆哈，真的是这样啊！以前我从小生活在客家庄的时候，家里的洗碗洗东西就是用安用改锤挂布，对，它都不需要用化学的洗碗剂，对，又天然，对，然后又是我们说也是资源回收利用。对，可是你知道现在你可能还要专程去到一家店里才有办法买到这样安用改锤挂布，好，你看是用天洗地千片改用千片，有可能拿锤挂布为起到。动作可能阿爸没看电视，世界是被讲锤挂布跟牙里还不看时序啊，他们简单还有本还是总锤挂啊，对不对？对，还有不总锤挂总还是那类是又锤挂布了，就不用再去用化学的制品。是，对，所以像这样的东西，这样的文创商品也是在甘乐文创里面都看得到。对，那个丝瓜布我们不能讲文创啦，但其他的东西大概就是我们的文创商品。对，其实这个丝瓜布很有趣哈，其实它很有故事哈。对，它其实在俊成这边其实是有一个丝瓜小队的，这个故事很有趣，我们等一下有时间可以慢慢来讲哈。不过我们先回到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甘乐志，这是一个你几个月出刊一次的杂志。之前是双月刊。那后来变成一季季刊，很厉害耶！为什么？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一个年代，你要再用文字
去变成一个刊物，其实我觉得蛮不容易的。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数位化嘛，都有滑手机啊、滑 iPad 啊，那其实对于书本杂志的阅读越来越少。真的。那这个东西就是手掌中间的温度，去浏览文字的时候，跟文字书本之间的互动，那个还是有温度感。所以这是俊成创刊号，就是在俊成的手中产出的，对不对？对，甘乐志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杂志？其实我们透过这本杂志，在采访全台湾各地有关于这块土地上面的文化、人文，所以每一期都会有一个主题。像你这一期的主题就是文字的温度。那大家看到文字的时候，其实会想象是书写文字，可是书写文字所带出来的，包含到像以前的印刷的产业，签字啊、排版的印刷啊、网版印刷，甚至于是拿钢笔书写的人，那有没有人做钢笔的人？对，还是有专门在做这些东西的，所以就把这样的，比如说造纸的产业也是一种，那就透过这样的一个主题，去把这么多有关于这个主题文化所带出来的这些故事，通通把它记录下来。我觉得我听俊成这样讲，动又港修哈，其实也直接跟间接透露我的年纪哈，因为你要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跟现在的小朋友，他们其实不太真的理解你刚才所谓的。你了解吗？从印刷，其实印刷的式微，对，因为他们现在其实就是很习惯3C 产品，对，包括你刚刚说钢笔，对不对？钢笔字从以前，开玩笑，以前从哈嘎这种改经济作物竹林，对不对？开始造纸，对，那一张一张到现在，其实对现在很多年轻人是没有文字的温度的，所以有时候尤其是现在，如果我们用电脑去打字的时候，那个字音对就可以了，对不对？就这样子，就这样。酱油的酱，对，所以更别提这边讲到主题文字的温度哈。所以除了读上片大家提供一张的讲落文创嘅提供，俊成非常嘅3万代表，希望講了一隻平台，大家去到改編就得用了隻平台咯，認識改編嘅講義也好，藝術家也好，日本改編嘅講義咯，藝術家要隻當好嘅平台，當然也出了一本書吼，講落文創嘅一隻刊物，希望講大家每一季都有不同的主題，然後告訴大家更多的不同的訊息，也發現台灣在地的藝術家，對，所以還有嘛嘅撈呢個吹掛補有關嘅細故事吼，請大家先聊下，你等下陣轉來。我们就形容说，像这群孩子，就因为他们生活在社会的边缘角落，就很像都市墙角的那些杂草一样，所以取名叫小草书。虽然窗條冇人為佢組織實動建藝，所以對佢做維繫，就認為大眼嘅草未會開出這樣嘅花。就連安樣嘅理念，小草書部的青年心裡嚟，為培養三下才體30啷個高關懷家庭嘅成兒心中。就是從他小學一直到他國中這個整個比較重要的黃金成長階段，然後做一些陪伴，所以我們就找了很多的志工，然後大家認養課程。8日到8日到早上8點半到下晝10點，除了國際數量的學科之外，還有法圖、彈吉他、老戲曲類的創意課。如是任樂學運用扮演考羅打鼓，也係戲曲老傳統樂器創調為中嘅吉譜方式。一部分培養孩子們的音樂細胞，我覺得這是一個有音樂細胞，至少呢可以帶動他們，也許在心情上有療癒的效果。因為這些家庭孩子來說，他們平常對於這些文化的刺激相對是比較弱的，就是讓這群孩子在起跑點上也能夠跟比較正常家庭孩子一樣，就是能夠跟得上。好，大家看到嘅短片是俊成对在三峡聊在提凤有一个叫小草书屋的地方，因为这边有位起头说，怎么又有小草书屋？刚才讲也不是甘乐文创吗？实际上甘乐文创没有错哈，我们炒甘乐文创其实一只提凤哈，是一件屋啊，其实一只平台。不过带起来用你讲，我们说这种东西其实是要不断的开始向外去发展的，绝对不会一个东西。
它就足够。对，我想俊成的野心也是很大，企图心也是很够。其实没有什么野心和企图心啊，只是觉得说回到三峡来看到地方的这些问题跟需求之后。那总觉得应该就再多做些什么。是，对。那也因为我们10年前当回到三峡的时候，就发现一群孩子的状况，所以就开始去陪伴他们。是。那紧接着就是过了几年之后，然后发现孩子们在假期的时候没有人陪伴，所以后来我们开办暑期的课程。对。那暑期的课程又进行了几年，又发现说这些课程不应该只有在暑假的时候办，应该要延续到平日的每天啊。对。所以后来才又成立了小草书。是。一直以来都是因为。孩子或者是地方上有需要，所以我们又投入了一些资源去做这些事情。对，俊成提到就是说，看到孩子的需求，然后看到地方上的需要，对不对？看到孩子需要陪伴，需要一个这样的地方。对，其实这表示什么？要不要写？其实，在三峡那个地方，就俊成的确有看到一些问题。对，你看到什么样的问题？其实像三峡是全新北市吸毒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这让我很惊讶。对，然后呢，这个地方当然吸毒就衍生出来，当然艾滋人口可能也多一点。那包含到这边有很多的社会的问题、社会事件，所以，经常在网络上或者在新闻报道当中，你常常可以听到有关于三峡的一些社会新闻。对，所以这个地方呢，你说好这样的家庭有这样吸毒人口，他的家庭通常家庭功能是不完整的。对。所以呢，就会有一群孩子是生活在社会角落的，他可能打从一出生就没有受到好的照顾，没有好的爱。那再来，他可能学习的部分就会落后。因为从小家庭的那种文化刺激不够的时候，而且他有可能隔代教养，是，或是隔代教养。对，没错。所以就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在这个地区里头，所以我们才在想说，是不是应该要开始着手去做一些事情。对，可是我们现在讲到三峡，一般人我们会觉得三峡最近的发展越来越活络，很好啊，因为感觉看起来就是因为有个台北大学嘛，然后有个北大特区，对，有建商开始进去盖大楼，哇，好像开始慢慢觉得一个这么好山好水的地方，因为它风景很棒，对，然后觉得说在那个地方好像开始有一些新市镇，对，可是其实俊成也体会到一件事情，因为这样子新市镇的开发。反而去颠倒变形讲，性到 Q 对自建改问题对落差，那我们本来期待按用信息应该快把黑妹走在带动旧的整个更多的活络或发展，是也许可以。但它可能衍生其他问题。其实三峡这个地方，它就是整个台湾的缩影。是我们之前讲说新北市的缩影，其实它整个台湾的缩影，因为它的人口的结构，比方说新住民啦、外配啊、原住民啊、闽南人、客家人啊，这些人口的结构是跟台湾的整体来讲是一样的。那这个地方它又有偏远的山区，又有一直在开发的都市区，所以这整个像是台湾的缩影一样，面临到的问题是一样的。所以你在台湾，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 M 型化社会。在这个地方也看得到，对，所以更别提偏向小孩，对，本来问题蛮严重，可能变得更严重。教育资源的不均啊，等等的一些状况，文化的流失，生态的破坏，在这里都看得到这些。怎么办？觉得好悲伤。是啊，所以就越讲觉得越难过。所以要有拱狼下来做一些事情啊。对，是，我觉得不能是拱狼，那拱音哈，我觉得是很谢谢有俊成这样的年轻人愿意做这件事情，当然也可能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投入。对，所以小草书屋就是一个地方，让这些小朋友他们下课地之后有地方去。对，很多小朋友下课后没有地方去，然后可能关心也比较少。对，然后暑假不知道去哪里。所以小草书屋是一个有暑期的课程，对，也许寒假也有课程，然后下课后也有课程的一个地方，对，而且不用钱，对，哎，好棒哦。然后回来还有晚餐，寒暑假有早餐跟中餐这样子。那老师呢？师资就我们要聘啊，请老师来募集，对，有些是志工，那有些是我们要付钱，请老师来上课。那你自己这么多年下来，其实从小朋友身上得到的回馈应该最多吼。对，我觉得有时候这样的陪伴跟付出，反而收获最大的是我们这些做陪伴的人。哦，真的。对，因为一个是心境上面的改变，另外一个是看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对，其实人生很短啊，有时候我就觉得，对啊，我这一生一直在追求金钱，就是为了这个生命在追求价格。对，我是说台湾就是中国人啦，就是说都说这个生死有命嘛，富贵在天，你这一辈子能够赚多少钱，命中早就注定好，是已经算好了。但如果你这个月统一发票中了2000块，你别以为太高兴，对，其实是在那整个里面
对。所以如果既然说如果已经都注定好了，那为什么我还要被这个价格绑住呢？我就应该去转换去追求我生命的价值。真的。可是，在陪伴孩子的时候，你就找到生命的价值。真的，他们应该很喜欢你这个大哥哥吼。那所以孩子都叫我俊哥。俊哥，但听说俊哥脸如果板起来的时候，小朋友很怕。对啊，因为他们说俊哥有时候也很凶。我觉得亦师亦友，那也要像严父一样。是，这样恩威并济之下，应该也是。因为这些孩子通常有些在家庭的管教上面是比较不够的。那现在的学校教育这样，老师又不能管教，所以对老师有时候遇到一些问题也很无奈。对。但在书里头就不一样，它像是一个家一样，是给家的温暖，给家的教育。对。而且刚刚看到那个影片里面好有趣哈，睇到當時有看到地步像於被趕改任務都喺地步，所以其實進去真的大家不要以為這個下課過後去改變就聽出來讀英文算數哈，因為現在家長一定送去做這件事情，其實不是我發現你其實跟你的文創概念是一樣的，是結合的。就是我們也從小草書是把它設定成一所夢想學校，對，因為其實有點像來辦學校的，但是我們對於教學、對於教育的理念跟現在的學校不太一樣。比方說像我們從去年的7月，對，就開始帶着書的孩子去討論夢想。哇哦！那每一個孩子都有夢想，但是我們共同討論了書的3個夢想。是，其中一個他們今年要辦的。他们要板凳，他们想他们想要学煮饭，然后请曾经照顾过他们、爱他们的老师跟志工。然后另外呢，一群就是他们想要骑单车环岛。哇哦！所以他们要自己写企划书，要提案谈赞助。对。那就从7月就带他们做。另外一群他们今年要办摄影展，所以从去年的7月我们就一直开始在做这些事情。对。带着孩子们怎么教他们做菜，但在做菜的时候呢，同时在上社会课，是，同时上数学课跟自然课，因为我们要讨论食材嘛，今天中午要吃什么，当季有什么样的蔬菜水果，分组好之后呢，进到市场去采买，每一组就带1包钱嘛，然后去到市场里面就是去买，跟阿嬷跟阿婆杀价，怎么谈价钱，然后买回来之后呢，再记账。在跟老师做核销，所以他算数学啊，对，他把这些学习的东西带到他的生活当中。我觉得这是小朋友最没有負擔，然後最容易激發潛力的一個學習模式。對，所以其實對於三條改編嘅成員來講，因為呢個寫草書我愛用嘅地方，就咧本期都去做，去到動重要嘅事情哦。還有乜嘅故事，就對到大家都分享哈。長兄這邊先聊下，練下菜，咪等下當陣來。上团节目后谈到小草书聊在提供的小朋友很开心你想想看，下课过后有一个这么棒的地方可以去，又可以自己去规划一些事情。他觉得不是照着大人给的课表在做事情，那个学习力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过相信朋友可能 MD 哈，双团 AD 有预告哇，吹挂补有没有？其实记得动等一下哈，在俊成这边有一个丝瓜小队。对，那时候觉得名字好可爱哦。其实当时是因为回到三峡之后，发现那个山上这所小学遇到的问题。对，那我们也发现说，其实。台湾人真的很有爱心啊，可是我们都比较习惯用简单的方式去付出爱心，就捐钱嘛。对，但我们觉得最快速，真的，可是呢，单纯的捐钱，也会造成未来社会的一些问题。对，因为这些弱势的家庭，这些孩子会过度依赖社会的资源。是。未来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帮自己的生命去翻转，那以后他就变成弱势青年，在他未来的又结婚生小孩，又造成弱势家庭。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因为我是弱势，所以你应该要帮我。所以我们应该就要改变那样的一些观念，所以我们就开始到了学校，然后带着孩子们在校园里面开垦农田种丝瓜，对，收成的菜瓜布之后呢，我们就帮小朋友们卖掉。那每一条丝瓜布卖到的钱就是他们的营养午餐学杂费，或者是圆梦的基金，对，那我们就带着这些孩子去圆梦。是，因为刚刚说到圆梦有很多嘛，单车环岛，对不对？听说还有什么？还有去兰屿啊，是不是还有什么永渡日月潭的活动？对，然后所以其实这些小朋友反而会觉得说，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东西，也觉得很踏实。没错。然后也会觉得说，我愿意付出努力，我是可以有收获的。对，又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对，而且听说这个丝瓜小队已经不是第1届了，对，第1届孩子都长大了，今年已经10年了，丝瓜小队已经10年了，所以他再回来看你应该是一个我们今年第1届已经是今年升大学，对，然后他们现在在甘乐也在工作，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对，
对，因为他们以前这样子的学习过程，现在长大了就知道怎么样回馈，而且也觉得他们愿意为这块土地付出，是，然后回来当志工哦。哇哦，真的很棒！而且是不是丝瓜小队除了这样子之外，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静息活动啊？静息活动是针对在地青年啦。那我们就每个月固定在第2个礼拜天下午的1点，我们就会到三峡河去捡垃圾，然后带着社区的青年，带着孩子们去捡垃圾。那越来越多社区青年一起来参与这件事情。对。那其实，在捡垃圾的时候，就会重新去认识这个土地。对。因为你知道哦，原来这里的生态环境河川被破坏了。你开始会有感，你会知道说，很多的时候，这些生活当中的这些自然的环境都跟我们的每个行动都有所关系。对，我们今天随便丢了一个垃圾，它就在我们的生态里头遭受破坏。对，所以呢，这件事情就开始让更多的在地民众、在地的青年参与之后，引发了更多的影响。对，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像5轻6轻的问题很严重，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是我们的石化工业，或是我们的塑胶。对，所以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从自己的手头上做一点小力量的时候，那个力量扩张就是很大的。对，那有时候我可能去店里面，对我看到那个塑胶袋使用，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害怕。对，那有时候会跟老板娘说，哎，我不用。那有时候跟老板娘说，哎，老板娘，那你这个不要丢掉，因为我觉得它好像不环保。是，可是他们只会回答我一句话，我其实听了觉得很感伤。他们就说，我没办法，我一定要这么做，我没有办法。比如说像现在你有时候去吃早餐店的时候，他拿那个塑胶盘子，每一个盘子上面都套一个塑胶袋，因为它方便，它可以不用清洗。对，但他一天可能要丢掉几百个塑胶袋一个早上。对，然后我就会说，那要不要换一个我不敢建议啦，我就会说，那个回收的，我觉得我可以协助回收这件事情。我说，因为我就告诉他说，因为我觉得这样可能不环保。他一样回答我说，没有办法，我要做生意。对，那回到刚刚俊成讲的事情，就是说，其实净息也是一个概念。是，对，你不小心丢的一个保特瓶，你不知道那会造成多么大的一个环境影响。对，我觉得身为台湾人，我们要更有远一点的那个观念跟思维，因为未来我们还是要居住在这里。我们现在的一点点的行动，一点点的一些破坏，都会造成未来无法弥补的一些遗憾。那很多时候我们希望政府改变，或者是希望这整个环境应该要改变，但其实我们都忘记了，真正能够改变的是我们自己，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做。对。那比如说像1个月，我们就花2个小时的时间，就是来捡一下垃圾啊。对。2个小时占你1个月，其实也就一点点的时间，但你却可以透过这样的行动，开始对社区、对社会有付出。对，而且我觉得其实第一步呢，除了捡垃圾之外，我觉得第一步可以先用菜瓜布开始。哎，我觉得这真的很棒哎。对，从丝瓜小队的菜瓜布开始，它是一个这么天然的物品，对，然后它也可以其实说实在，妈妈拿来这个洗碗是很好用的。对，你太大块你就剪成小块小块的。对，然后其实对于小朋友这个丝瓜小队来说，他们有这么多的圆梦计划。对，他们这么努力的在种丝瓜，然后卖菜瓜布，我觉得我们这样子使用这样的一个菜瓜布，其实也是协助他们圆梦计划的第一步啦。对，我觉得最大的事情是我们对这个土地的友善。对，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要友善这个土地哦。所以其实安躺一类吼，其实走得绕俊成的讨论改时间景气不冲斗哦。我们今天只是真的是表浅的讲一点，每一件事情其实深入进去都有很多的意义在里面，有很多故事可以说啦。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比如你很多，你如果现在立即叫你分享，有没有一个什么让你觉得真的很棒的故事？其实我们就以陪伴孩子这件事情来说好了。就像我们当时带着这一群孩子去单车环岛，其实带小朋友出门真的很危险。我们那一次11天呢，就出了3次车祸。这小朋友摔车，所以说还好，都不是被车撞到。特别印象最深刻在第2次，我们那天骑到垦丁啊，那一天晚上住在南湾，但是我们一早6点多就出发了，中午也只休息1个小时。但到了晚上7点多8点多，眼睁睁看着住宿的点快到的时候，我们一个小朋友就摔车了。但这一摔车呢，他从头到尾都没哭，我帮他擦药，他就忍着痛这样擦，一直到旁边一个志工凑上来看到他的伤势说。俊哥好了，明天不要给他骑车了。说你看他摔成这样子，明天怎么骑车？他说明天我们就让他坐保姆车好，不要给他骑了。对。但这孩子一听到明天要坐保姆车，眼泪就掉下来。但是孩子说了一句话，我们跟着很感动的跟着他哭，也知道说孩子真的改变了。对。那孩子说，他说俊哥我不要有遗憾，我已经骑到这边了，我想要把11天骑完。对。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会知道说。
很多时候，需要花一点时间，需要去陪伴这些孩子的生命的改变。对，那个种子种下去，它真的有一天会发芽，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对，而且我觉得让孩子，你听孩子这样说，你也听到孩子对这件事情有他自己的坚持，跟他自己对这件事情，就是他觉得他可以做到。是。对，然后他也对这件事情有责任感，然后也为了自己的行为负责。对，我觉得这就是在潜移默化当中，你给孩子什么，孩子其实会这样子的回馈给大家。然后我们就是把孩子跟社区、跟教育、跟各方面就是一起整在一起。对。那其实未来这些人就是社区的资源。对，就是这个地方改变的一个动力，所以其实环环相扣在一起的。而且我觉得大家要想得更远一点呢，聊到谁是以后未来的国家栋梁。是啊，对不对？以后其实国家大事是要靠他们这些人。而且台湾的那个生育率越来越低啊，以后真的必须靠他们了。对啊，我常常这样想，就是我们其实要友善孩子这件事情，就像在很多国外，其实孩子是公共财。对，是公共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其实对这样的孩子的付出，他们以后回馈到社会上，以后等到我们年老了，国家是要靠他们撑的。不过这是我们讲了大了点啦。不过其实简单讲，就是说，其实这就是在这个三峡这个社区，其实俊成在那边目前非常非常努力做的事情。对，那我也相信。这样子应该可以永续发展，因为这些小朋友长大之后会愿意回到社区，回到自己的故乡，或是回到自己的土地，是友善这一块土地，然后这样子的发展下去。就像第1届的丝瓜小队的孩子已经大学了，他现在愿意再回到甘乐文创，这就是给俊成或是给那个社区一个最大的一个回馈。所以很多人问我们说，你们到底怎么永续啊？就是其实一部分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甘乐所有营运项目，比如说餐厅的部分、表演的部分，就是这些收入呢，用来去投入我们要做社区的事情，陪伴孩子。所以其实也就是透过你讲送雅感模式、商业的模式，但是我们做的是一个社会企业。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东西是回馈到社会上面。哇，太棒了！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俊成在度聊天，然后大家都分享哈。从俊成既然3万大饼，你做在做嘛？该咧，大家做在上课呢，聊下，等下天天先生你做认同了。